维持这土地。如今我们同心合一恳求，当你重新建造这被毁根基的时候，求赐下神灵的火来焚烧，除去我们所拜偶像。恳求你赐下点燃复兴的生活，以真理话语来更新这土地。你恩典江河，活水永流不尽，让神灵的风吹在这地。哦，主赐下充满荣耀你的新日子。哦，主愿你国度降临，充满全地。好的，谢谢。好，然后我开始带祷告的时候，我就会说，我们这时候要先来为自己在上帝面前，你就可以开始继续弹了，就一直弹到第二趴才换歌，所以整场音乐都没停，因为今天就是纯粹祷告。你最后一首歌的前奏想要哪一段啊？好。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感谢上帝，今天在8点这个时间，我们仍然都能够在各自的家中一起参与今日的线上祈祷会。这几天的疫情的发展，让我们心中有非常多的担忧。但是越在这样的时刻里，越是上帝给我们机会来寻求，向他来祷告。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在以西结书22章30节说：“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城墙，在我面前为这地站在缺口之上。”在破口之中，神要他的百姓更多来用祷告到他面前。所以今日我们的祷告会要为我们台湾，为我们现在正面临的处境付上更多祷告的时间。在今天第一个阶段的祷告之前，我们先一起来唱《复兴》这首诗歌。天父上帝，求你医治眷顾这荒凉的土地，因你是施恩怜悯的主，恳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求主医治这土地。如今我们同心合意恳求，当你重新建造这被毁根基的时候，求赐下圣灵的火来焚烧，除去我们所拜偶像。恳求你赐下点燃复兴的圣光，以真理话语来更新这土地。你恩典江河，活水永流不尽，让圣灵的风吹在这地。哦，主赐下充满荣耀你的新日子。哦，主，愿你国度降临，充满全地。是的，这首诗歌说：天父上帝，求你医治眷顾这荒凉的土地，因为你是满有施恩怜悯的上帝。特别在这样的时刻里，我们恳求上帝赦免我们的罪孽，以至于我们能够求神也医治我们台湾，医治全地。所以这时候我们要再次从头来唱这首诗歌，用来到神面前恳求悔改的心志，再次从头来唱。天父上帝，求你医治眷顾这荒凉的土地，因你是施恩怜悯的主，恳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求主医治这土地。如今我们同心合意恳求，当你重新建造这被毁根基的时候，求赐下圣灵的火来焚烧，除去我们所拜偶像。恳求你赐下点燃复兴的圣光，以真理话语来更新这土地。你恩典江河，活水永流不尽，让圣灵的风吹在这地。哦，主赐下充满荣耀你的新日子。哦，主，愿你国度降临，充
恳求你赐下点燃复兴的火，恳求你赐下点燃复兴的生活，以真理话语来更新这土地。你恩典江河，活水永流不尽，让生灵的风吹在这地。请继续，我们要进入这时候第一个阶段的来祷告。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城墙，在我面前为这地站在缺口上，使我不致灭绝他。但是以西结书后面却说，我却连一个也找不着。我们要为自己能够在上帝面前来悔改祷告。当上帝兴起环境，是要叫我们能够恢复、回转到他的面前，悔改，能够恢复他的心意，是要叫我们因着这个环境的兴起，有更多的祷告。所以这个时候，我要先请弟兄姐妹，无论你在哪里，在你的位置上，在荧幕前，你就在这个时刻来到神的面前。主说他在找那样的一个人，能够站在破口当中，成为一个代祷者，成为一个能够站在破口里兴起，持续为这个环境来祷告的人。在以西结书他说一个也找不着，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不要成为那个找不着的人，而是我们能够站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成为一个代祷者。在这时候，我要邀请每一个人，我们先能够在上帝面前来回转向他。我们最近在耶利米书所读到的，神兴起了各样的环境，是为了要叫人的心能够归向他。我们有什么是没有归向我们的神的吗？在这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像这首诗歌所说的，借着这一切能够被炼净，放下我们心中的偶像，而单单的以耶和华为上帝。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事情，我们也要为自己现阶段与上帝、与自己、跟家庭，还有他人的环境的关系来祷告。在这个安静下来的时刻，就像我们这2个礼拜，从主日的信息，从许多的提醒知道，可能我们过去过度的忙碌，以至于我们没有机会好好的来处理我们生命当中许多重要的事。可能是我们跟家人的关系，可能是我们跟自己的关系，也更可能是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还有我们与这个世界、与这个环境的关系。但是上帝愿意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能够借着这样的环境的改变，使我们成为一个在他面前重新被调整，重新酝酿生命重要的事情，以至于我们能够进入下一个阶段，来领受丰盛祝福的人。神的心意是要叫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他，所以这时候我们要再次为自己来祷告。是不是我们的关系当中，我们与家人的关系里面，特别这一段时间，有非常多的人在家里，
非常不容易，要跟家人相处。但是呢，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机会。如果我们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又失落了这一次的机会，那我们就错失了这个疫情所要带给我们的功课。而这时候，我们要再为自己有哪些人事物，特别是我与神之间的关系，在这段可能我多了很多空闲的时间，可以待在家里安静的时候，我们有更多的来到上帝面前祷告，寻求他吗？我们有更多的面对我们自己生命里必须要处理的那些问题吗？求上帝帮助我们，在这个时间点里，我们愿意成为一个重新归向神的人。我们同声为这一件事情来祷告。上主的赐福，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学习，让我们抓住与你亲近的时间。特别我们现在有个需要的弟兄姐妹在家里要跟家人相处，过去我们因为时间不足找到借口，但主如今我们不再有借口，你要很清楚地面对我们生命当中这些重要的人。求你光照慈爱，让我们在家庭的时间变成是知道上帝的手在这我们的家里，持续的来帮助我们在面对这些关系的时候，从原来的眼光看待彼此，对人在面前做出非常亲近的心，建造我们生命，持续成为一个被你所使用、所建造的器皿。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要赐给他们认识我的心，认识我是耶和华，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一心归向我。求上帝帮助我们在与上帝的关系里，还有与我们周边的人的关系，能够借着这段时间有不一样的更新跟认识，让我们不是失落这一次的机会，让我们不再找借口，而是能够好好面对那个在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事物。第三件事情，我们要来为我们更多有坚定信心，依靠上帝，深信他能够掌权一切。诗篇29篇10到11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坐在洪水之上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我们仍然在这样的疫情时刻里，每一天的确诊人数不断的增加，死亡人数也不断的增加。在看似绝望的环境当中，我们要深信，没有一个危机会大过我们的上帝，也没有任何一个危险会比上帝更靠近我们。在这些危险及疾病的威胁当中，我们深信神仍然作王掌权。求上帝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持续有坚定的信心来倚靠他的人，因为我们深知他掌权一切，我们就将自己全然交托给他。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继续再次求神赐给我们一个坚定倚靠他的心。我们同声为这样的事情来祷告。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也再次求你赐福，让我们所有的人继续抓住你的应许，就是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你仍然作王掌权。神，你在我们当中不是那位看不见的上帝，在许多事上，我们仍然经历到你的保守。主，我们看到你掌权在世界的历史里，因此我们没有什么可担忧。因为主，担忧并没有办法叫我们来解决我们所面对的处境，乃是使我们深知你持续的在整个世界里，照着你的心意来成全你心中所要计划的事。因此，主，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站在这样的一个时刻里，更多相信你的旨意必然成全。我们愿意再次把我们的心交托在你手中，愿主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用信心来每日与你同行，度过我们生命当中这个艰难的时刻。求上帝你自己来保守赐福。第四件事情，我们要继续为我们的教会，为每一个基督徒
你能够持续成为一个带给世界盼望的一个群体。越在混乱的时间，有越来越多的声音，总是带着攻击，很多的酸民的言语，有很多负面的话语就在我们当中。有一些是假讯息，有一些是出自人绝望的心情。但是求神赐给我们一个不一样的眼光，让我们的群体，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知道，我们与这世界是不同的。世界会有那样的想法，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所带给我们的不是那样的一个未来。我们相信未来的终局有上帝美好的心意。耶利米书29章11节，我们一起来读。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书29章11节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我们的神所要赐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越在末后的世代，却要叫我们生命生出一个指望来。越在黑暗的时刻里，求上帝更多把那个等候盼望、朝向盼望的喜乐放在我们这个信仰群体当中。所以每个弟兄姐妹，求神让我们每一天看到这些新闻的讯息的时候，我们不是就陷入那种世界的绝望、跟风，还有各种的嘲讽跟酸民的言语里，而是让我们学习站立在上帝的心意，求神给我们眼光，也求神给我们那个平安，以至于我们能够带领，也陪伴这个世界走向上帝回转、更新以及医治、重新建立的心意当中。所以这时候我们一起同声开口，为我们的教会持续成为一个带来盼望的群体，为我们持续成为一个能够带给别人祝福的人，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上主，我们在此为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在你的手中，一起来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以及我们的口，主让我们不是成为世界所使用的工具，我们不是被恶者所利用，但是越是站在那样子的危机里，越是站在黑暗里面，我们越能够成为上帝的手中的器皿，我们越能够陪伴许多的人在那样的苦难当中进入你的心意。愿主求你赐恩，让我们学习用新的眼光来面对这个世界，也叫我们的信仰群体能够更多活出盼望的生命来。我们仰望在你手中，奉主的名求，阿们。这个时候，我们要为第二大段来祷告。这几天的疫情的发展，真的叫我们的心里有很多的人是非常愁苦的，而且我们会越来越发现，确诊的人数越多，这个确诊的足迹都跟我们非常的相近。疫情逐渐严峻，但是我们仍然要来到上帝面前，更多的求上帝赐下怜悯，赐下医治。所以我们等一下要为这几件事情，特别是针对疫情当下许多的面向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先来用这首诗歌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社会来祝福。为这片土地，为这片土地，我诚心祷告，愿主的真理发光，全地普照。为这个城市，我谦卑祈求，愿主赐生命，让众子民得救。愿全能天父上帝，你国度降临，让贫穷和悲伤远离，骨肉相亲。愿全能天父上帝，你旨意成全，让希望和喜乐
永存我们心田。从头来，为这片土地，我诚心祷告，愿主的真理发光全地普照。为这个城市，我谦卑祈求，愿主赐生命，让众子民得救。愿全能天父上帝，你国度降临，让贫穷和悲伤远离骨肉相亲。愿全能天父上帝，你旨意成全，让希望和喜乐永存我们心。愿全能天父上帝，愿全能天父上帝，你国度降临，让贫穷和悲伤远离骨肉相亲。愿全能天父上帝，你旨意成全，让希望和喜乐永存我们心田。让希望和喜乐永存我们心田。第一件事情，我们特别先来为确诊者以及所有死亡的病患，我们求上帝赐下康复以及安慰在每一个家庭，保守这些目前我们到今日为止确诊的人数是7315位，到今日为止累积的死亡人数是78位，目前在重症的患者超过300多位。我们求上帝恩待怜悯，面对生命如此脆弱，求神真的赐下他的医治在这些人的身上，也赐下平安。没有人想要得到这样的疾病，但是当我们得到的时候，我们也求神能够把一个安慰的灵放在众人的心中。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特别来求上帝赐下医治在这些确诊者的身上。可能有一些人就是我们自己认识的人，甚至有一些死亡的家属，可能也都是我们认识的朋友们。我们也求上帝在这个时刻赐下安慰在他们的心中。很多人可能连最后一次可以跟家人道别的机会没有。过完1年，我们在其他国家看到的这个事件，也如今在我们当中发生的时候，我们知道这实在是让人沉痛，也不容易。因此这个时候要特别恳求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不是置身事外，好像觉得还好不是我，而是我们站在他们的苦难当中，求上帝医治与怜悯，这个时候临到每一个确诊者的人身上，特别是那些失去亲人的这些家属，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求你医治与怜悯，能临到每一个家庭。主有7000多个人在这场疫病当中，也就是有更多的家庭正在面临这样的挑战。上主，求你赐福与保守，求你医治与怜悯。主，求你若许可，能让他们能够全然的康复，回到生活当中。就那些失去亲人的家属，那些家庭都求上帝知道我们在当中。主，我需要求你亲自在这个过程中看见神施行神迹奇
接下来我们要逐项为几件事情来祷告。第一个，我们要特别为我们的执政团队来代祷，为我们的总统，还有所有在疾病管制中心的中央的这些人员、地方政府，求上帝赐予他们智慧以及平静的心，让他们执行的每一个决策都能够有从神而来的智慧。第二件事情，我们要特别也来为医护团队代祷，求主赐予保守，免于受病毒的侵害，也求上帝赐予足够的体力、平安与信心。特别为每一个医护团队的家庭代祷，愿神把平安的灵放在他们里面。他们正在经历的是一场极大的征战，这场战争，很多人都在这个当中逐渐感受到非常大的压力。我们晓得现在在台北，整个医疗体系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所有重症的患者几乎已经塞满了每一个加护病房。求神掌权，求神恩待，让每一个医护团队他们在第一线努力的守护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也持续成为他们后方最强大的后盾。我们能够借着更多的祷告、更多的鼓励，来成为他们的力量。特别求上帝把平安能够放在每一个医护团队以及防疫人员的当中。我们先特别为这2件事情来祷告。我们在这我们的执政团队，每一个我们的护者，还有我们家所有的在中央行政中心这些人，上帝啊，你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带领我们的国家度过这一场危机。就让他们所做的每一个决策都是及时。我们相信过去有你的保守，接下来也仍然在你的手中。这就你在每一层里，就让每一个地方政府的长官都能够有好的一个沟通。主求你怜悯，我们也为这个医护团队，还有在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每一个防疫人员，神的日出入在高风险当中，神求你格外的来看顾。会让他们每个人的家人心中有一个平安，让他们没有受到这些病疾病这样的干扰，就让他们每日出入你自己的眷顾的护守，培养出一些力，就在第一线成为你所家的人生，跟大家祷告，求你怜悯，为他们就这样的力量跟支持，让我们就第3件事情，我们要来为我们国家的警消人员来代祷，在协助所有医护团队，甚至是护送这些病患确诊者，还有跟市民之间的沟通，求上帝都能够赐给他们好的智慧跟沟通，让他们也免于各样疾病的灾祸。我们看到有第一线的警消人员也染疫，这是很不得已的状态，但是我们求神也能够医治，让他及早的康复，也保守更多在第一线的工作人员，他们必须因为工作，因为这个职分而站在第一线的人，坚守在他们岗位的人，我们求神都能够保护他们，眷顾他们，免受一切灾病的一个侵扰。第4件事情，我们要为台湾现在疫苗的需要来祷告，求主掌权，在整个采购、运送还有发放的过程中都能够非常的顺利，能够尽快的将这个疫苗可以普及到所有的人，这是我们现在最大的需要。因此求上帝也为我们来开道路，求上帝怜悯，让台湾都能够经历到真的是他的保守。过去是他的保守，如今我们面对另外一种挑战的时候，我们也经历另外一种的神迹与上帝所赐予的恩惠。第5件事情，我们也要为每一个在家里上课的学生还有老师们代祷。这是现在每一个家庭最大的挑战。我们又延长了2周的时间，但是我们相信，借着这次机会，真的也是让每一个家庭，特别是亲子之间，能够有一个不一样的学习。过去我们都把孩子交给学校，交给补习班，现在我们必须重新拿回来家庭的功能，在家里陪伴他们一起完成教育的时候，求神赐给每一个家庭，不论是父母还是孩子们，都能够有好的耐心，让他们在整个
上学的过程里，特别是线上学习的过程，所有系统都能够顺利的运作，也让老师们他们能够有智慧跟创意，完成所有线上的教学。因着这个线上的课程，很多人的工作量也增加。我们也求上帝帮助每一个老师们，他们能够有足够的体力，能够纪念他们的辛劳，特别为每一个家庭。第6点，我们特别为每一个家庭来代祷，求主赐下和睦的灵，充满在每一个家庭当中，让每一个父母亲跟孩子、亲子之间，甚至是夫妻之间关系都能够有新的恢复。我们甚愿借着这1个月，求主帮助我们，只有1个月的停止。借着这1个月，我们更多在家庭的相处，能够帮助这个世代的幼儿也好、青年也好、夫妻之间也好，所经历的是恢复的祝福。所以我们特别为警校人员、为疫苗、为每一个在家里上课的学生跟老师，还有为每一个家庭，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再次为这几件事情仰望在你手中，为现在我们所有的警校人员，还有他因着这一次的疫情必须要坚守第一线的每一个工作人员，我们都求上帝的眷顾保守与他们同在，让他们在每一天的工作当中，你为他们穿戴全副的军装，主你使他们免于一切疾病的侵扰，主也让他们在每次的任务里都是能够平安的出入，平安的回家。所有的社会运作的系统都在你的保守里是顺利的进行。我们特别也为台湾的疫苗，我们真需要这件事情来成为我们的帮助。主求你为我们开路，特别让所有的研究团队他们所做的事情能够是加倍有力的。主让我们的国家能够更快获得到疫苗的一个协助，使我们的人民都能够获得保障。我们也为每一个家庭，还有正在家庭上线上授课的每一个学生，还有老师们，也求上帝的赐让他们有智慧，从你而来的创意，能让他们的学习是不中断的，是持续的。虽然因为这个环境有一些的限制，让能够在你的保守当中看见新的可能性。也求你改变在当中，为每个家庭他们的关系都仰望在你面前，不论是亲子之间还是夫妻之间，也不让他们真的能够抓住这个机会，是好好的能够自认识彼此，就让每个家庭在这个月里领受的是祝福。特别把这几件事情仰望在你面前，神赐下从你而来的爱心、耐心，以及看到彼此的眼光，使他们享受这一段难得一起共处，并且是能够在家里完成许多他们的工作，完成他们学习的时刻。再次为每一个家庭正在经历的线上人员，也求上帝持续在我们这里当中面求。第7件事情，我们要特别为一些在社会边缘的人，特别这次我们看到，就像我们上次所经历到桃园的地区的人所经历的，这次在万华地区，我们看到很多人也正在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好像被标签化、被污名化。所以我们求神赐下安慰的灵，在受到疫情影响的这些地区的居民，也求上帝帮助我们有更多的同理跟怜悯。特别是在万华地区，我们会看到这一次受到疫病最大影响的是那些游民，还有特殊行业的人。很多人将指责的指头还有声浪都指向他们，但或许这是上帝给我们一个机会。过去我们常常忽略这些在社会边缘的人，我们常常忘记他们的需要。神借着这一次的事件，将我们的眼光焦点转向他们的时候，不是要叫我们指责他们，而是叫我们记得我们过去是怎么样的，没有为他们来代祷。我们过去是如何的将他们遗忘在边缘，如今他们走到这个疫情漩涡的中间，求神怜悯，让我们记得他们是我们的同胞，是我们同样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弟兄姐妹。有很多人他因为处在社会的弱势，他可能并不能够得到更好的资讯跟资源，也求上帝帮助我们每一个教会
跟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看见这些事件的时候，我们不是站在那个指责的一方，而是我们能够用更多的怜悯以及同理，不断的为这些在社会边缘因着疫情受到影响的人来代祷，为他们的家庭，为他们正在经历的一个苦难，我们也感同身受。第8件事情，我们也要来为我们还有每天要通勤的每个弟兄姐妹。有些人现在都在家里工作，但是有一些人他是每一天都在通勤的，所以我们求上帝保守这个必须还要到各自的行业场所要上班的人，保守他们出入的安全平安。求神也是眷顾他们，每一日好像穿戴全副的军装一样，是不受到病毒的侵扰。因为我们所有的敌人不是彼此，而是那看不见的病毒。因此我们要求上帝赐恩在每一个需要通勤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也保守他们的平安。最后一件事情，我们特别为台湾的缺水以及电厂的问题来祷告。台湾不止正在遭受疫病，我们也遇到非常严重的缺水的问题，还有我们目前电厂产生的问题带来的缺电跟限电的问题。这是很基础的民生需求，但是我们正在经历一次很大的挑战。求主赐下恩雨降在他所喜爱的这块土地，也求主赐给我们电厂的每一个工作人员，给他们智慧跟平静安稳的心，能够来处理每一个遇到的问题。生活里一定会遇到各种的危机，但是我们要成为能够彼此鼓励帮助的人。若有恶者要借着许多的事情来攻击拆毁这地，我们也要成为那个起来祷告的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一起为这几件事情，为在边缘的这些弟兄姐妹，求神不要给我们污名化他们，而是能够成为同理跟为他们解决问题的。也为每一天通勤的人，最后我们特别为台湾缺水跟缺电的问题，一同仰望在上帝的手中，同声开口来祷告。所以我们再次为我们台湾在这场疫病当中可能产生的这些在疫情漩涡当中的人，也求上帝你能够怜悯，就让我们台湾不是成为一个互相指责并且互相标签化的，但是我们看见那些因着各种因素，他必须在边缘里的，还没有资源的，就让我们看见我们过去是怎么样失落了对他们的关怀。主求你也帮助我们，知道我们有更多的祷告，成为守望他们的天父，特别让我们站在一个合你心意的一个高度来看待这个社会的发展，就让我们能够更多成为这些人的帮助者。因为每一天在通勤当中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也仰望在你手中，就保守他们每一天上下班出入是平安的，然后求神你恩待在这里面。最后我们也为我们台湾现在正在缺水缺电的一个情形，主求你赐下恩雨，让我们经历到在上帝手里会为我们预备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恩惠，就大自然为你来效力。直到我们看见环境无法效力的时候，主也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也让我们更多的借着祷告祈求。我们相信当我们开口，你必敞开那天上的窗帘，降下恩雨在我们当中，使我们经历你的丰沛。天父，若你借着这场过程是要叫我们念经，也叫我们的心能在你手中被你来掌管，再次仰望在你的手中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这时候我们要一起来用第3首诗歌，就是我们一起祷告吧，来为我们的社会，为这场疫病常常成为一个在每一天的生活来祷告的人。刚刚我们为许多的细节来祷告，可能还有一些细节是你自己知道、你想到的、你有感动的。在每一天的下午3点，我们都推动333的祷告活动、小祷告行动。各小组还有各牧区也都在推动，所以每天下午3点，你可以花3分钟的时间，特别为台湾疫情的发展。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这几个细节之外，还有很多面向是你可以放在祷告里的。鼓励弟兄姐妹每天下午3点就能够记得一起来做333的祷告。我们先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们
起祷告吧，来到主跟前，屈膝跪拜，他是怜悯的主。我们向着天，举起双手，求你打开天上门，将丰沛的恩雨滋润充满整个大地。终于看到主降临，公义的雨丝浇灌在我们身上。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祷告吧，来到主跟前，屈膝跪拜，他是怜悯的主。我们向着天，举起双手，求你打开天上门，将丰沛的恩雨滋润充满整个大地。终于看到主降临，公义的雨丝浇灌在我们的身。求你打开天上门，求你打开天上门，将丰沛的恩雨滋润浇灌整个大地。终于看到主降临，公义的雨丝浇灌在我们的身上。最后一个部分，我们要一同来为教会的各个事工代祷。我们第一件事情，特别来为线上主日礼拜、小组、团契聚会、各牧区关怀的事工，以及所有线上在进行的系统能够顺利来代祷。这是我们目前一直到解封之前，所有的教会都在经历的在学习的，正在学习的功课，也正在经历的挑战。所有的聚会模式都必须改采线上进行。我们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教会有好几个小组跟团契以及牧区关怀都正在进行当中。因此，求上帝赐福，让我们虽然没有实体聚会，我们彼此的关系却是超越这一切的限制。越是在这个时刻，越让我们经验到，我们建立的是无墙的教会，是看不见隔阂的，是看不见那个有范围的限制的，而是让每一个家庭。在最近最流行的一句话是，撒旦好像借着一个机会要叫教会说你们不能聚会了，可是有更多的人说不是的。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看到上帝让每一个家庭都成为一个教会。所以这个时刻，你也在你的家庭里建立这样的祭坛。所以我们求神保守，让我们每一个礼拜天的线上主日礼拜，以及所有各小组的聚会团契，特别是各牧区的关怀，能够借着这次的机会有落实。我们为线上系统，特别许多长辈，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使用，让他们有智慧，我们也知道怎么帮助他们能够一起参与在当中。第二件事情，我们特别为长辈的身心灵健壮来代祷。我们知道这一波疫情到目前为止，比较多死亡的是年长的长辈们。因此，我们求神能够看顾我们的每一位长辈，他们的身心灵健壮，让他们在这一波的疫情当中都能够被上帝自己来保守。求神怜悯眷顾。第三件事情，我们为教会身体健安，还有正在住院当中的会友来代祷。因为疫情的关系，有很多人我们是不能去探访的，所以他可能正在经历他疾病的苦难，可是却看不见人直接带给他关怀。所以越在这个时刻里，可能心中是会有越大的软弱。因此我们求神也怜悯，让他们虽然经历肉体的病痛，但他们心里却是刚强的，却是能够以耶和华为乐，更有信心，更有力量的。所以我们要继续的来为许多身体健安，以及在医院当中的弟兄姐妹来代祷。第四，我们也特别为我们自己的家人、至亲好友，还有我们的健康，求上帝怜悯保守，
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他的医治、他的保守、眷顾是在每一分每一秒的。我们都不晓得那个病毒现在在哪里，以及我们每天看着那个足迹，心中有很多的想象。但求上帝怜悯，让我们不是被病毒来管辖我们的心智，而是我们要相信上帝高过病毒，高过那些可能会带到离我们很近的那些危机，神是高过这一切的。所以求神格外的恩待，让我们能够特别有好的生活作息，有好的抵抗力，能够有更健康的饮食习惯，好叫我们真的也能够保养顾惜自己的健康，知道怎么样继续在这场疫病当中能够全然而退。我们特别为这几件事情来祷告。最后一件事情，我们也要为求上帝能够赐恩怜悯医治，不只是台湾以及全世界。医治这个事情一直讲，但我们不晓得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台湾在这1个月已经感受到极大的痛苦跟压力，但整个世界已经经历这个过程已经1年多了。所以求神真的是能够帮助我们止息这一切的疫病。若神的心意是要叫我们更多的祷告，我们有求上帝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更多祷告的人。如果神的心意是要叫我们更多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学习什么样的功课，求上帝帮助我们有智慧明白那个功课是什么，以至于我们不只是台湾，而是整个世界所有的人类，我们都能够学到这个功课，然后我们能够走进上帝的心意里。所以我们求上帝继续的使用他的教会，能够在这些关键的时刻里，还是维持与世界的关系，与人们的关怀，能够继续来喂养这个群羊以及这个世界。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同声开口，为我们教会的每一个事工，为长辈的身心灵，为在医院的弟兄姐妹，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健康，也为我们的教会持续在这个世代成为盼望，成为守望者。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主，我们再次为我们教会的需要，每一项事情都仰望在你的手中。天父啊，你自己来眷顾带领你的教会。主，你的心意是什么呢？就叫我们能够更加的明白。主，让我们在更多的时刻里，是用祷告来到你面前寻求你的心意。天父，好叫我们知道如何回转，好叫我们知道如何走到那个正道当中。主，也求你格外的眷顾那些在病痛软弱当中的弟兄姐妹们。主，还有我们的长辈们，让他们真的免受这一切疫病的一个侵扰，怜悯众人，能够持续的经验，若不是上主你的保守，没有一件事情是理所当然的。一直到我们还有机会来领受每一天的日子的时候，我们有更多感恩的心，更多用感恩以及抓住机会、抓住生命的态度来面对你每一天给我们的日子。我们要求神你持续赐福在众教会，能够站在这样的一个时刻里，更多用祷告来一起寻求你，并且我们不是陷入我们的危机跟担忧里，乃是我们也有眼光带领众人一起经历上帝你奇妙的作为。为这整件事情，所谓疫病的发展，在全世界是你的心意能够显明，再次仰望在你手中，求上帝恩待。最后，我们要一起用主教导我们的祷告文，这是一个被改编的祷告文。这个祷告文呢，它是用主祷文来改编的。然后等一下我们会用起音的方式，我会念主祷文的这个祷词，然后你就照着你在荧幕上所看到的这个祷词来回应。我们在天上的父，求你垂怜，当我们因疫症躁动不安时，让我们相信此刻你正临近，以你完全的爱把恐惧除去，使我们个人刚强壮胆。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让我们不单靠政府、专家与医护，而是求你赐他们良善、正直与智慧能力，抵住沉重压力，谦卑做你仆人，因为唯独你能医治与拯救。愿你的国降临，
我们坚信疫情升降全在你的手，求你医治患病的，拯救病重的，安慰愁苦无助的。求你叫我们学习跟随你，与受苦者同苦，与哭者同泣。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若是能行，求父使这疫症快快离去。然而非按我们的意思，而是按你的旨意。若这疫症必要我们承受，求赐恩典，让我们能谦卑成全你至高的旨意。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求你为我们预备所需足够防护力的用品和充足的食品供应。求你赐下智慧、果断与宽容，叫全民同心防疫，善用不同意见，订定最有效政策与措施。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求你赦免我们疏于祷告守望，赦免我们多看人眼中的刺，而忽视自己目中的粮。求你教我们宽恕犯错、无知与作恶的人，因你也饶恕我们的无知与恶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求你不让我们陷入只顾身体而忽略心灵，只重今生而轻忽永恒的诱惑中。救我们脱离疫症的凶恶，让我们行过死荫幽谷，也不怕遭害。身体灵得到你的保护，救我至死，也要把良善延续下去。我们一起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最后，我们再一次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祷告会以及我们所有的祷告，求上帝赐下医治在全地，让我们继续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用祷告为我们这个国家来守望。感谢你创造这土地，以永恒话语赐下无限生命，用恩典的馨香气息祝福这地，让我们全心跟随你带领。哦，主，感谢你创造这土地，以慈爱浇灌，以喜乐耕耘，用无数的白昼黑夜育这地。顺服的人情，感恩的心情，现在都只愿以基督的心为心。主，求你充满我们，来医治这地，痛苦疾病要过去，神迹在运行。主，求你充满我们，来转化这地，黑暗权势要离去。主，求你充满我们，来医治这地，全地看见你荣耀，你复兴降临。主，求你充满我们，来转化这地，全地尊荣你生命，为你而站立一生，一生祝福永不停息。时代因你爱延续，呼求你一生祝福，一生祝福，永不停息。时代因你爱延续，呼求你。主，求你充满我们，主，求你充满我们，来医治这地，全地看见你荣耀，
化这地，黑暗权势要离去。主，求你充满我们，来医治这地，全地看见你荣耀，你复兴降临。主，求你充满我们，来转化这地，全地尊荣你生命，为你而站立。我们今天的祷告会到这里结束，平安。我刚才在看你，我想说是不是？